哦，要切割那个柏油路啊，切割那个沥青柏油路。机器还真厉害，可以切割那个柏油路。切割完以后，挖土机挖要把那个柏油路面给挖掉了。要加水，你看，在切割过程中要加水。这个手摇杆在摇什么？控制水啊。前面那个可能是在画线的。没有确定。大概是2公尺乘以2公尺。一平是6尺4方，6尺如果乘以0.6，才3.6公尺。没有哦，一平没有那么大哦。4方公尺可以。比那个榻榻米床还要大。哦，这个应该比一平还要大。哇，你看挖土机要挖下去了，切割过了，挖土机要挖了。哦，那就从那个挖痕那边，哦，好像用指甲这样，从挖痕那边，下功夫呢。哦，我都会冒烟，你看摩擦生热呢。哦，你看摩擦生热呢都冒烟。机器割过一小小道的痕，这样就有办法了。机器切过这样一小小的缝隙，这样就挖土机就有办法下功夫了。调整方向，就可以用人工把它挤开啊，像十字镐啊，没有，那比较薄的，十字镐太粗了，或者是像凿刀那种。打下去，然后搬开，它就有比较大的，有比较大的缺口，就比较容易挖了嘛。
哦，那你不能用大力啊，咚咚咚咚咚，用大力咚咚咚可能会那个头会坏掉。就是螺丝接锁的地方可能会受影响。看你都是这样慢慢挖，你看，当，哦咚，用力撞击，还不是很用力撞击，还算很轻的力量。看慢慢刮，你看。哦，你看它那个尖锐的东西这样一刮，哦，尖锐的东西这样用力这样拉过来，哦，又有产生凹痕了，哦，又产生凹痕。哦，不容易的哦，怕破坏柏油路面，只能在那个切割的范围内把它挖开。像这样慢慢刮，哦，慢慢刮，看都冒烟了，摩擦声就冒烟。哦，你要观察那个拉杆是在拉什么？为什么老是握着那个拉杆？拉杆向前是挖下去吗？你看他的手的拉杆，左右手都在拉了耶，左右手都在操作那个拉杆，左右手真神奇啊！经过操作机器定可以挖东西。你看那个会弯弯曲曲，也透过那个什么液压的了。液压的就是一个粗管子，然后一个细的棍，然后可以伸缩，它里面的东西可以有压力。液压里面应该是有液体，你看有粗的管，然后有比较细的金属棍，然后会经过操作会有那个伸缩，你看很神奇啊，就好像人身体那个筋路那个筋也是会伸缩的。机器是用油压的，有粗的管子，然后里面是比较细的金属的棍子，金属棒，那透过油压，你看可以伸缩。你看，它还要调整那个怪手的位置，方便施工。挖久了就那个薄薄的那一层柏油啊，那就被挖掉了。柏油被挖掉以后，就很容易挖下去了。你看，它现在在调整什么角度，要挖哪里。它切割柏油路的时候，机器的杂音很大，挖土机还不会那么大。
柏油已经快挖掉了，到底柏油有多厚呢？5公分啊，够不够？看它挖起来的，一块一块的就知道了。来，我们来去了，来的，来的。可以用酵素了，酵素啊要泡泡一大罐呢，不然根会坏掉。一小杯咯，瓶盖一小盖的酵素在那加，这500cc 有吗？超过就超过500cc，有没有700-800cc 的？然后这个水才能够浇呢。培养菠萝蜜呢？培养菠萝蜜。爱饲对了。爱饲对了，厝歹爱饲。这。饲袂掉这有一个。我都无伊啊。这好，这进出来。直播嘛是安尼，直播也通常都设定向自己拍，要记得要先按那个视窗向外，视线要向外，然后才不是拍自己。要施工了啦，车子要怎么开出去了？车子要停哪里了？赶快想一想啊！今天5月8号了，母亲节来临之前，防水灾的地下水道工程，快了呢，柏油都快挖掉了，挖了5分钟以上哦。那挖开柏油就挖5-6分钟都有了。哇，已经挖得很深了。安尼今嘛规片会当挖开啦。安尼好啦好。哇，规片，安尼你看安尼都偌高，柏油安尼都偌高，安尼柏油偌高啊，8公分咁。用卖喷着的，没啦，那大细来放。去讲，去看遐讲路有伫遐无啦？看了，出来暗出来，连讲都乌在。公路但是唔知伫地，以前时间拢无大，时间拢无大。看公路里底啊，我唔知。东西西啊，咧用。是找寻管路。有啦。那米汤嘛，那皮片，那头打疼啊！想象那一片，那不能吃的，它是柏油的。那去买他妈干那个放喺度嘞，唔爱买几包就放那干嘞，放喺度嘞，一包阮270块的，在行中山路啊，现在未到高通台嘞。你咧跑对啦，你咧买他妈干都唔系买去，要跑迄个这坡道呀，要怎么开出去？车子要怎么开进来？施工会不会被小石子碰到？
哦，切割然后挖，切割柏油路面然后挖，挖那个柏油片，一片一片的，然后挖出来。你看，没有那个怪手，实在没有办法。哇，一整片都可以搬，一整片都可以。哇，你看，怪手真的有力呀！怪手真有力气啊！为什么要把它弄碎、弄小片？那人工要搬走，那比较好搬啊。太大片了，人工要搬走太重了。用哪一个角度来撞击位？连这样也可以，厉害了！连那边也可以。哎呦，还用那个压下去，哎呀，好厉害呀，好聪明啊！把它搬过来，用那个横杆那边把它压住，然后再怪手往上一搬，然后就把它切断，就把它折断了，好厉害呀，好聪明！好像脚，那个可能是当土的、推土的，就好像脚，然后把它压住，然后再怪手再向上搬动，向上出力就把它折断了，好厉害呀！哎呀，好聪明！开怪手好像要操作自己的手脚，好厉害！原来还要把它送到那个卡车上去了。现在要找那个适当的位置来停车，方便怪手把那个柏油片、柏油路，那个是沥青嘛，柏油块啊，柏油块把它放到卡车上再走。这营造工程在做吧。原来车斗要倾斜一个角度啊，车斗要倾斜35度左右。好聪明！这施工也是有它的智慧的呢。比如说，柏油块要放哪里？先放后面还是先放比较里面？要先放比较里面。原来那个推的这么好用啊！把它锯成平，也会把东西移动位置。怪手当然要一次捞多一点，捞小的一块，捞小的一块。然后小一块不够粉，你看，好厉害哦！会弯道不会掉下去，好厉害！还会这样顿一下，让它比较移动到里面。我操作机器好像自己的手一样。那3只尖尖的就好像指甲可以拨东西哦。你看那个怪手呀，它底座那边要能够360度旋转。
底。底座那边要能够360度旋转。影片哦，360度要怎么拍啊？影片哦，360度的要怎么拍啊？是有一个360度的，像这个怪手这样360度转的底座呢，然后摄影机架放在那上面，然后可以遥控360度啊，因为无线的摄影机就可以转360度啊，无线的摄影机啊，可以360度这样转。有线哦，它会扯到。它没有线的话，它就可以360度转。你想象那个轮轴可转，轮轴有固定的，想象那个马达啊，想象那个马达固定的轴，然后可以转圆圈360度。那放在那个可以旋转，可以绕转圈，那个东西跟那个轴心固定，那就可以360度了。哦，还会顿一下。哦，你看，看，这到底操作哪里？可以把那个像我手掌那个位置会这样动。这两只操作杆呢？这两只操纵杆可以操作的这个样子。可能有一只是旋转的，一只是上下的，一只是旋转的。旋转就好像左右、上下。为什么要有两只操纵杆？有上下，有左右啊。左右的就是旋转。上下左右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左右的阴呢，上下的阳，一阴一阳之谓道。哦，这么大块要怎么？这么大块要怎么？哦，要用这样把它弄断了。哦，这么厉害啊！这样就可以断，把它弄断了。那不是用人力搬的。是用怪手这样放，让我放上去。太大块也不容易搬运的。你看，太大块它要把它移动到卡车上也不容易。这么厉害，操作这个怪手。看清楚哦，火有多厚，5、6公分厚，这么厉害哦！没有办法让那个很重、好几吨重的车子这样开过去。下面的土也要先压过，密度大那个叶，它就可以耐受很重的力道。
哦，还要挖土啊！还要挖土啊！不晓得还挖多深呢。土也要挖走了。你看，这个土还有石头的呢，不是说只有土而已，还有石头。你要拆呀？你要拆？大热天的是很辛苦。在施工不要太靠近，万一它突然间移动那个。你现在观察看那个机器相结合的地方是到底是什么角度要固定那个金属棍的地方，金属棒啊，要伸缩。你看那个是油压的功能。现在到底是在挖什么？记住了，它那个油压筒到底是固定在哪里？有2段油压筒，有2组油压筒。最灵活的是那个挖的那个地方。观察看那个挖的地方，那个地方转接头要怎么做？哎呀，就好像那个关节一样，关节，手的关节，有骨头的部分，也有那个筋路的部分。骨头的那个关节，筋路的地方叫韧带。螺丝固定的地方有1、2、3组。什么材质啊？可能不是一般的铁哦。做这个动作是要做什么？挖到水管，挖到管线，慢慢的挖，挖到管线。你看，前不久挖水管，挖破水管，突然间停水，就被骂坏了。
所以都要慢慢的、慢慢的，怕挖到水管，挖破水管，施工要怕挖到管线，挖破自来水管。旁边的公园说还没有到，这都还没有挖到，可能是深度还不到。应该有的会买一个什么东西做个记号，买一个什么东西做个记号，说底下有管线要小心啊。操作那个机器怪手也是要很专注的，不专注就可能挖破水管，挖到管线了。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那可能比较不会把那个管线挖到。你如果用尖的，可能就会把管线挑起来。然后用尖的那一头，那可能就会把有管线的话，刚好就要挑起来，挑断。那不要以为怪手拿挖到。大小力的这样挖，它都是很小心的，不要挖断了水管线了。像人的手肌肉下面还有那个动脉的血管回血管，你看要小心啊！不是说只有用怪手挖。快接近管线了，还要用圆锹慢慢挖，用圆锹慢慢挖。哎呦，有砖块哎！土加上水口，然后怎么有砖块呢？挖到砖块了！哦，砖块挖了那么大块。哦，怎么还有砖头？我挖到砖头了。哦，哎，你看，哇！怎么有砖头啊？是在古代的话，这应该是农田。
60几年，民国60几年这边才盖房子，现在108年。那道理应该是一般的土加上石头，可能也有砖头。那个是什么？饮料罐吗？铝箔罐吗？怎么亮亮有点像金属呢？也有可能施工的时候放加进去的。哦，你看，来挖看看，到底是不是有自来水管，还是什么管道、管线？哦，要注意看看有什么管线呢，不能挖坏管线呢，很慎重小心。前不久都挖坏自来水管，造成无预警的停水，所以要小心啊。那个做马路的地方怎么还会有？你看有砖头，有砖头的那时候有空的就是用砌这个铺设水泥啊，砌砖头啊，空的。你看有人工。细你看，大力啊，可能看把水慢慢管给弄坏掉，深一点，但是要较细。万一把那个管扯到，就断掉了。你看，专家都要在那边观察，指导现场指导。他紧手的就是要小心，力不要用大。他紧手的就是施力不要太大，怕挖坏管线，管线挖坏掉就麻烦了。成功的要诀就是注意这个细节。成败的关键就在这个细节里。你看，你要下去找。管线也埋那么深了，管线也埋那么深了，你看，管线有那么深了，快要到腰部了呢，到大腿那边，你看，已经快到那个工人的臀部了，快到腰部了呢。用圆锹慢慢挖看看有没有管线，这是在寻找那个有没有重要设施管线。
他讲的是闽南语台语啊。今年呢，乡下猪美。哦，好像农历2月份嘛。哦，今年延平进王府那有绕境活动，今年的王公庙同济宫都有绕境活动。新港奉天宫、北港朝天宫、后壁的泰安宫妈祖，新宁的铁线桥桥头堡，同济宫妈祖，哦，神教都有来，还有来到这个看热力街的，绕过这个热力街的，盐水户地宫妈祖，神教也都有来。到这热力街，2天绕境，第2天一大早，神教都有到这边来停放。这不是古迹的地带，没有挖到古迹了。要挖很深的工程，还有可能会挖到古迹。一个世代的，越早期，然后越下面，像南科那边施工也挖到那个古迹了，那个古代古迹啊，挖到什么古迹？哦，风口都要去，风口都要去。哦，这辛苦哦，操作开怪速要做很久呢，直播已经快1个钟头了，可见他坐在那个外所操作台已经做了快1个小时，1节课50分钟的话，已经47多分钟了。他不喝酒，不喝冰凉的饮料。不然我们要吃冰凉的，肠胃会受影响。那健康啊，会让身体变冷。这个火气太大才是用冷的，火气不大不能吃冰凉的，身体变冷身就虚寒，就容易有病。那健康的话，体温要高，可以抗不是发烧啊，有的发烧啊，还香啊，没气高啊，发烧啊也是有危险的，用
喝温热开水就好，温热开水就可以升高体温。没有专桶，不能一次灌一大桶，慢慢的增加了。一天要喝很多水，但不是一次灌那么多水，慢慢增加。少量多次这样，一下子喝太多水了，血糖降低了。你看，饮料灌一罐才几百，那小一罐才几百 CC 而已，不能一次500 CC 了。500 CC 是要分成好几杯的，不是一次就灌500 CC。哦，还有砖头，你看那个土的颜色，土的颜色不一样啊。你看，土的也有变黑黑的，有红红的，也有黑黑的。我要拍照啊，施工还要拍照。哦，已经挖很久了呢，这样已经超过50分钟了。现在还不是很热呢，如果大热天哦，大太阳下施工了，那很辛苦。农历已经10月多了，哦，因为天气很凉。闽南语读经，欢迎搜寻闽南语读经，闽南语读经，三教经典，闽南语读经。哦，已经施工50几分钟了，现在慢慢挖，慢慢挖，怕挖坏管线。前不久挖坏了自来水管，无意间的停水。哦，被骂坏了。不能很用力哦，很用力，稍微一挑有可能破掉、断掉，都要试探。好像在试探一样。你操作那个怪手，好像自己的手一样，好厉害哦。
现在念的是大悲咒，闽南语版。三教经典闽南语读经的录音带。五个颜色有比较黄的，也有黑黑的。为什么成分会黑黑的？粘土吗？有挖到砖头吗？有石头，它怎么也有挖到砖头？你看，你看，哦，很深的。哇，你看，看它下去，哇，比腰还要深啊！就挖那么深哦，挖到那个升级胸部了。要用圆锹慢慢挖，看看有没有管线，有没有管线，有没有？管线是跟路垂直还是水平行的？那你们没有施工图吗？以前施工没有留下那个记录吗？那管线是跟路是垂直的还是水平的？哦，你看，那圆锹就挡到那边，圆锹就挡到那边。哦，好加载，好加载，有咧准阵，你看。我讲好加载，有咧准阵。太用力了就挖破了。哦，那个是有管线，那个是有管线的。你看用圆锹插着，然后做一种保护，免得碰到那个管线。施工期间，这个车子要怎么进出？车子要去停放在哪里？如果附近的新营高工停车场能够停的话，那该有多好啊！马路旁边平常哪些人会停车？大概都固定了。一下子这么多户的车子要去停哪里？现在念的是《道德经》。《道德经》闽南语版读诵，请搜寻闽南语读经三教经典。管要埋在深很深的地方。
这样深有多少？人下去到胸部的话，这样深有多少？一个人170除以80公分比80公分还要高还要多了，那个超过腰部到胸，80-90公分了，还不到1公尺也有可能1公尺。可能是埋在地下1公尺深的地方。要照相哦。拿那一支杆子是要量长度的，量深度。已经挖得很深了。二次大战期间，路边都挖很深的，很深的防空洞。小朋友上下学看到飞机低飞过来，那赶快跳到路边的防空洞。夏天下过雨后，防空洞里面都有水，然后还有青蛙在里面的。青蛙在水里面还不会死。你看，刚刚手拿着，竟然可以拉手那么长哦！刚刚看他手拿着，好像1公尺长而已，可以拉出那么长，伸缩的呢。可以拉出那么长。真的是量长度、量深度的。喷漆哦。然后东边那里要准备施工了，要像这样切柏油的那种挖，要小心自来水管小心台电的管小心网路线的。
你看你要照相啊，要照相啊。要喷什么？你看那个，可以，一个多钟头了，可以伸缩的，好厉害啊！跟在那个马路柏油上。你看喷成这个样子。你看它脚踩的地方，这底下就是人孔盖那种盖东西。很深的，大概是埋在1公尺深的地方。你看人孔盖被柏油，不是人孔，它是长方形的，人孔盖是圆形。你看它是长方形。约的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当然，你看还有喷2个点做记号。你看那个管线就是这样，还有点的过去了。它在地下马路下1公尺深的地方。做记号呢，以后施工还是会挖换线。尽量不要制造垃圾，因为把它绑起来，这人这旁边的住家很乐意替他丢垃圾。绑紧一点呢，垃圾量就减少。你看，你要把它衔回去。你看，你要把那个土要衔回去。要有角度的。你看那个推土的很厉害。你看那个推土的很厉害。那么厉害啊！
那个道路水平方向，同方向的话，先挖，现在挖垂直方向，跟道路垂直相交的方向。你看，连晒衣架，连晒衣架都要拆除。晒衣架都要拆断，晒衣架加上那个塑胶面，碰断那个晒衣架。今天还凉凉的，跟农历4月初3呢。看你要挖那么挖到那个卡车在这里。现在念的是道德经，闽南语，没有高兴，闽南语读经、参教经典。你有看到哦，管线呢？那么浅呢？这一次比较浅，大概50公分。有没有可能是瓦斯管线呢？哦，是来给水管线。你看，方向不一样的管线呢。哦，我看到管线了，你不能那样大力的挖，你看挖破管线了，要慢慢的刮，慢慢的刮，不能太用力，太用力就挑破那个管线。前不久挖坏了水管，智能水管，那被烂坏了，无意间的停水也被烂坏。你看马路柏油路面线面有水管，什么管？施工要小心，不要挖坏了管线。刚刚挖那个跟道路相同的方向，现在挖跟道路垂直方向交叉方向。刚刚那个挖了好像1公尺深了，现在公园还没有到腰，深还不到腰。
个比较浅，大概50公分。那个管线蛮比较浅，地上我有路下50公分，管线比较粗。你看位置大概是路的中心线，那个2条双黄线是禁止超车的。你看大概是在路的中心，大概是路的中央线，中央那个位置。这什么线那么粗？是自来水管线的，自来水管线的。哦，他是要去拿那个量尺的。操作那个技术也要好，不然碰断了、碰破了。奇怪，那个又没有神经，也不像人说会痒会痛。他怎么知道说有碰到东西？你看，要一阴一阳之位，到一个垂直一个水平。要手机有那个水平仪呢，水平激光器，盖房子也都要看水平。手机也有那个城市 APP 水平仪，还有激光器，激光器也可以知道那个人的水平，有没有一直线。不行 ，Google Play 激光器。没有办法很精准，那角度不是很垂直。你看地面下都有，地面下都有水管，什么管线，要分析做记号，分析做记号，小心呢，那个位置，那个方向，为什么要分那么长？有方向，为什么要分在那里？跟位置有关系，分厚一点，分宽一点，表示说那个线是粗的，管子那个管子是粗的。施工都是要小心的，那个挖坏。网路的线啊，自来水管线啊，台电的线啊。如果台电那个台电的电线都是地下化以后，施工也都是要注意管线，不要挖坏管线。怕有瓦斯管线，高新地区挖坏那个有危险气体的管线。危险气体管线呢，会造成爆炸，高雄发生过爆炸。哎呦，迄砖啊，唔通带迄个管遐啦，迄砖啊爱甲乌走啦，砖啊唔通带迄个管的边仔啦，砖啊唔通带管的边仔，砖啊爱甲乌走啦。这砖啊拄啊伫迄管的边仔。回填的时候，那个什么砖块啦，很重的，不能放在那个铺路的那个管子上面了。这样车子开过去，不是就压到那个管子了吗？一般的土施压跟那个
砖块放在管子上，然后施压不一样的。那我看水平方向、垂直方向都找到了管线。今天的工作可能主要是在找那个管线，要施工了嘛，要看看管线在哪里。管线要找那个跟道路相反方向的，还有跟道路相交叉方向。记忆力有滋味道，一个顺的，一个逆，一个正的，一个反。记忆力有滋味道，要找了，然后你看，然后就要把那个图给回填。我找到以后都量了高深度了。分期做记号，图就可以回填了。宇宙万物都运到审查今年穷其理，中鼎山林各有天性，物有物理，天有天理，地有地理，物有物理，事有事理。人有性理，药有药理，做护士的护理，做企业的管理，煮东西的有料理，那也有理，道有理，道在人身上的自信、本性、灵性，然后有身体上的神经，然后才会有冷热感觉，视听嗅味触等等的觉知，神经才有知觉，我是意识觉知，判断运用整合。开那个车都有学问的呢，要开到什么角度？你看那手握的操纵感，哦，现在也有操纵前面的感觉了。哦，你看，本来都是大腿两边的，大腿两边两边的感，本来是前进调整位置的时候用在前面的杆，在挖的时候呢用左右手的杆，你看左右手在操纵那个杆，就透过那个按操纵杆就可以有动作，可以挖，可以像手指头，像手掌，这样很厉害。好像也是在挖东西，也是要找看看有没有管线。可能4个角落都要找看。你看，这样看起来好像也是在找，可能4个角落都要找。大德经已经练完了，你看，那施工已经快1个半钟头了。
11点扣掉1个半钟头就到这，9点半开始挖了嘛。9点半左右开始挖了，现在也是在找，那个。现在也是在找呢。现在也是在找管线呢。这学问很大呢，因为慢慢的挖呢。他怎么知道说有挖到硬的东西，挖到管子？厉害了，又不是说像人的手指头有神经啊，会痛啊，会冷啊，会热啊，会痒啊，会酸啊，会麻啊。哦，快手。你看那个快手那个。看那个液压的，液压的，液压的。啊，下一次还要再挖。你看，施工的人要有那个经验的，要怎么预防挖到管线呢？先分期，然后给他做个提醒。你看，要分期给他做个提醒，不然哦，怕挖到那个管线。工作的人要注意。你看那个字都有学问的呢，台电的线呢，台电的应该是电线的。那1公尺深大概有。台电那个，跟电那个，先跟道路相同方向的挖，戴工业安全帽，那个人会去那，跟那个道路中央线的禁止超车线、黄线、上黄线旁边那个，他现在要喷看看那是什么管线。要喷了，不要踢到那个。不明啊。
但是有管子呢，怎么会不连？不连管。哦，不连管线。0.78公尺也很深哦，1.1公尺，哦，也是很深，更深。台电的要很深，1公尺以下。刚刚那个管子是白色的，我以为是水管，比较粗。4个角落都要挖。你看那个土，那个土颜色比较深呢，比较黑。上面的土还比较黄，下面的土也比较深，比较黑。为什么要用小小头呢？撞击力道才不会那么大，万一撞到管子，才不会马上破掉。那个路上那个喷那个请不停车那个文法就不是中文的文法，请不要停车的意思。那个是越南外劳，越南籍的外劳，大概50岁左右，越南籍的外劳，那在这边工作期间呢，还搭那个小房子，你看。搭那个小房子，看到好多藤植物的藤，那个是后来的搭的了，没有藤那个不。种那么多，那你看香蕉、木瓜、玉米，豆类植物，还有种蔬菜。哦，你看，从那个右上角那边开始挖了，跟路相同方向的先挖。哦，大概1公尺深左右。台电的管线呢？台电的是不是电线啊？如果那个电线杆越来越少，那就是有一些电线都是地下化的，就有管子了。再来第二，就是不连管线。挖第二个地方就找到那个白色的管子，也是很粗的，像那个头那么粗的。
不明管线，那到底那么粗的管子是里面是什么？再来，现在是第三个地方，第三个位置，慢慢的挖，怕挖坏电线，挖坏自来水管啊，排电的管线啊，有的还怕有瓦斯管线呢。高雄地区还怕有那个有危险气体的管路啊，这跟新园啊，热力街防水灾的下水道工程，先挖看看有什么管线，然后做记号，以后还会再挖的。然后找到那个管线，铺设管线，铺设那个排放家庭用的污水，或者是屋顶的雨水，那一种管路的管路，然后要把原先的那个排水管排到小水沟的那个接到那个比较粗的新的污水管，污水可能会排到哪里去，然后据说要净化厂净化以后给那个工业区用的。那你看，房子下雨的话，水不是都只有从那个排水管下来，它也会到处都有水的。那些水要怎么排走？下雨下在屋顶，然后它屋顶倾斜就会水流到那个排水的管道了那没有屋顶的空地的地方也会有水的，那些水要怎么排走？所以那个是原来的水沟还不能封闭了，原来的水沟还是变成负责比较少量的雨水的排放它的雨季那个屋顶接的水能够快速的排除掉，那就靠那个下水道防水灾工程，那管线应该比较粗一点。下雨了！屋顶的水收集，然后都可以利用了。你看，家庭的屋顶的收集的雨水，然后平常不是雨季的时候，家庭用水、污水、洗澡的啦、厨房用水啦、洗手台出来的水啦，那个经过水管，然后进入那个下水道的那个管线，出了水管，然后排放到哪里去了？净水厂呢，然后净化那些污水，净化以后给工业区用的，真厉害！水资源的利用，还会用太阳能的利用，会用网络资源吗？网络资源 YouTube 有很多影片呢。用手机有那个语音助理OK Google 怎么做呢？手机荧幕正下方连圈圈呢，
手机荧幕的正下方，中央那个位置啊，中央那个位置有个圆圈圈，那个就是复原键还原键，按下去哦，会跑出 OK Google 语音助理。已经挖那么深了。按照 OK Google 出来以后，你要跟他说 OK Google， 请帮忙搜寻，什么什么什么，还会一问一答呢。问附近有什么图书馆啊，有什么车站啊，附近有什么电影院啊，附近有什么机关的学校都会告诉你。OK Google， 请帮忙导航到哪里哪里他会告诉你，好厉害。OK Google， 请连接到 YouTube 网站就马上连接到 YouTube 网站了，好厉害啊。OK Google， 请帮忙搜寻龙须果养生的药草呢，那这是毛细翻脸野百香果，像大拇指头那么大，本来绿色成熟又变金黄色，百香果像拳头那么大那龙须果又叫龙珠果原产于西印度群岛呢，已经变成中药养生的中药草。整株草秋天采收晒干煎水煮来喝来治皮肤病、皮肤肿瘤、肿痛的病，好厉害啊！参考什么呢？阿草伯植物园，阿草伯甘草、稻草那个草阿草伯那伯父那个伯，植物园OK Google， 请帮忙搜寻阿草伯植物园那就连接到那个网站了。阿草伯一文行好多种稀有的那个植物呢，药用的植物在彰化二林你看挖那么深啊，那个土已经有点水分了，比较多了。你看，也想越看越像成烂头港那个烂泥巴那个烂头港那个烂，因为是古代道风内海海边那个土质都比较松软这样想象一下，田里面下过雨以后，是不是脚一踩下去就陷下去了？烂头港那个烂就是像这样的。因为古代道风内海，它就在那个海边它的水含量很高土都是很软的，像烂泥巴你看现在挖很深你看那个土，像不像烂的土呢？头就看烂了。你看跟那个干的松的那个土是不一样的。它是黄的呢，好像像粘土的，都 Q 的，但是又像水分比较多呢。你看要量深度了啦。很深我看大概会不会有超过1公尺深伸缩池都已经放到超过一半了呢。你看哇，多深啊！目测一下，哇，2公尺深大概有了你看那挖那么深你看一个垂直的，一个水平的，然后他要看那个深度，他要看那个数据
还在照相，你看地上还要喷字啊，下一次还要再施工才不会挖坏掉，减少损失啊。前不久说有挖坏自来水管，造成无预警的停水，就被骂坏了啊，被骂翻了还是被骂坏了啊？这是工作都要小心。刚刚有挖到砖块，还有挖到铺路的管都铺路出来。然后回填的时候啊，最好那个砖块要避免跟那个管子碰触啊。如果我们那个砖块如果有尖锐的角，又放在那个管子上，那这样以后很重的车啊开过去压，有时候压到管子了。刚刚挖的过程有看到有石头呢，有砖块呢，这附近的话，比较老旧的房子，民国60年代才建造的哦。现在中华民国108年了，它这个下雨，因为天气不正常啊，常常有雨来的太多了，下的太多，水沟都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掉了，造成水灾呢。你看北边那个新盖的那个地基都多了几10公分高呢。南边的你看老旧房子的一整排有10间10户人家有少数2、3户有地基有增高了，增高要花钱的呢。里面都施工加一层土还是加那个水泥，都要花钱的。好多户还是没有把地基这增高啊。通常雨季都会那个水灾淹水呢。淹了很多次哎，有时候一天淹2次呢。一大早淹了1次，水退了以后，后来又下了暴雨以后，又淹水第2次。哎呀！谢谢那个市议员叫蔡议辉啊，新东国中的校友，又是新国高中的校友，优秀校友，杰出校友。蔡议辉市议员申请到，好像有那个下水道工程的经费5000万呢。下水道工程经费5000万呢。他上一届的那个王公里里长好像缴代委那边的人。那叫做蔡明勋啊，蔡明勋也会画庙的，画庙里面的那个门神啊，他画宋江镇啊，画那庙那个墙壁上的一些彩绘啊，好厉害！蔡明勋还会书法绘画，庙里的彩绘都会，好厉害！他做里长好像做2次哦。做里长的期间有申请那个经费，然后配合市议员蔡议辉先生帮忙申请到下水道工程经费的5000万元呢，好棒好棒！现在新的里长是那个李干事退休的严国富先生，防水灾的下水道工程要施工以前，大概前1个月左右了大概前1个月左右，在新营高工开那个说明会呢。晚上在新营高工的大礼堂开那个说明会，要好几百个人去听呢。市议员蔡议辉先生都有去，还有好多议员也都有去，有3议员的。沈佳凤议员都有去现场。你看这个怪手好厉害呢！
连那个推土那个部分也都很厉害了。刚刚挖那个柏油路面的一整片的挖上来，他要怎么把它折断呢？哦，你看，用那个挖土的那个部分把它推到那个挡土，挡土那一片铁片下面，把它一放下去，把它按住压住，把它挖土的那个部分好像人的手掌，把它往上用力，就折断了嘞。那个柏油片也是很厚呢，大概5、6公分厚呢。柏油看到路边有什么洞，看到道路有凹洞，要用柏油去把它填平一包柏油要270块啊。中山路啊，新营的中山路，可能某一家什么建材行啊，就是说有卖那个柏油啦，一包就270块啊。柏油很重呢，到底是50斤还是50公斤呢？像水泥那么重啊，水泥50公斤就很重了呢。年轻人都搬不动50公斤呢，不容易搬呢，要2个人搬还不会伤到腰呢。一个老年人80多岁了，都想要买那个柏油去铺那个堤防的坡道了。修桥也好了，铺路也好了，都是好事啊。有利益大众的都算好事啊。利益大众的叫公益啊。这个施工已经很久了呢。你看哇，2个合作，你看挖土机的挡土了。嗨呀，还有办法开上来了。刚刚看到轮子有空转呢，太深了。这个力量也这么大，这山猫的力量也是这么大。你看，你看，这用人力的话要做多久啊？人的智慧啊，人的发明那个机器啊，代替人这个机器又不像人的手碰到会感觉冷的啦，热的啦，它的感觉到是硬的还是软的啦。在下雨了呢。这施工很辛苦呢，你看，下雨了呢，下雨了，你看，施工的很辛苦呢，坐在那个小小的地方，那个会有淋雨呢。挖3个地方，第3个地方没有挖到管子了。要挖3个地方呢。那管子是这个会延伸到的，因为有住户嘛，所以想象，因为有住户，所以想象说那个管子会延伸到那个住户北边那一户了。你看两台合作了，你看。2台合作，然后把那个土把那个土弄好。
这施工后，人家车子还要开，还要过去，那怎么处理啊？可能是要盖铁片的，可能要盖铁片。那盖铁片下面也是要土啊，为什么要把那个土给载走呢？啊，刚刚喷的那个字都弄脏了，看不清楚了。等一下还要用水哦，把那个土清掉。哦，快2个钟头了，已经施工快2个钟头了。哦，现在下雨了，摄影机都会淋雨了。哦，这车子不能开，山猫不能开到那个区域里面，因为轮子要出来，没有办法出来。轮子开进去以后，那太深了，要退出来没有办法。这也是要技术啊，这也是要有技术啊。有一些土挖掉、清掉，有一些土挖掉、清掉。挖土到那个山猫的那个接土斗，好厉害啊！哦，这个，恭贺啊！施工到现在可能已经要告一个段落了，整地整理整一整。哦，你看，这都看他用左右手在操纵那个杆子，他这样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挖也是用双手在操纵，压土也是用双手在操纵。那2只杆子怎么这么好用啊？好了嘞，好了，然后人要下来了。这大热天坐在那个操作台那边呢，很久，坐那么久也是很辛苦。这山猫，这山猫还真厉害啊！开进那么深的里面，还能够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啊？轮子远远的，竟然还有办法再出来。好了，已经下雨了。隔壁有平安。